一下下。好，来，咱时间已经到吼，咱请主敬来带咱祈祷来礼拜吼。各位兄弟，牛早平安，请咱同心压头，闭眼睛来祈祷。我来提阿爸提俾上帝啊！今日是2020最后的一个主日，我真欢喜来组织到你的神的所在。我感谢你平安带我经过这个2020的一年，这是恶的一年。我伫遮，我当心伫你的面前，我虔诚来祈祷，求主你入我的心，我恳求上帝照顾我逐日的所行，佮祝福圣洁我，互我通得到你活命的祝福。伫这个要来的2021年新的年，我祈求主，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甲阮同行，也愿你主的平安甲阮做阮的救赎。主，愿主来保守阮，新的一年，拢去掉伫主你。我安尼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恁着学罗耶和华，对天顶学罗耶和华，伫悬的所在学罗伊的证书者，恁着学罗伊，
伊的正天君啊，恁着学落伊，请咱吟诗来学落圣诗298首，圣诗298首，耶稣要传咯。第298首，耶稣要带路。就是咱要来告别咱的信仰，你得真心真诚意听主你的上。这这个也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转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概念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就是咱来客应，我来读，听恁来客，伫客应文第16。客应文第16也是诗篇67篇。愿上帝因民愿赐福阮，互伊的面光照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落你，愿列邦拢学落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伫你地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列邦学落你，愿列邦拢学落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你就是阮的上帝，要赐福阮。上帝要赐福阮，地甲四极拢要敬畏伊。就是咱来恭托上帝话记，咱要读的是记载加勒太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加勒太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
若是到迄个时已经满，上帝找伊的囝对妇人人来出世，出世伫律法的来赎回律法的人，互咱受设立做囝，为着恁是做囝，上帝找伊的囝的神入咱的心，啊就讲阿爸爸啊，亲像安尼，你毋是要搁做萝卜，就是做囝。既然做囝，就对上帝做好事。咱啊读国语中文的译本，但是时机成熟，上帝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活在律法下，为要救赎在法律下的人，使我们获得上帝的儿女的名分。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我的父亲。这样你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就以你为继承人。愿上帝赐福咱所读伊所启示的话。咱请牧师带咱祈祷，祈祷煞，咱要用主祷文当作结束。咱再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至圣的主，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自执，阮奉你的名自执，做伙来一只敬拜你，也要对你来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的保守带领。阮特别要为着这个世界来祈祷，阮才看到济世界的各国伫疫情顶悬愈来愈严重。英国已经严重甲有40几个国家禁止伊的航空器来进入。日本也开始来封国，一直到伫1月底。台湾也有120位的旅客对英国倒转去，已经有发现破病的人，也有人伫咧观察的中间。阮会通知影讲，即个病菌逐所在拢在攻击阮。阮需要注意的稳定来特别来看顾。当然，阮家己爱负起阮家己的本分，做好家己的防疫的工作。阮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亲像你过去1年的中间，你带领保守阮一样。阮需要主你的看顾，需要你主你的稳定来引带，也求主你赐了遮的医学家、科学家因有够额的智慧，已经发展出这个疫苗，希望这个会通有效果，伫控制这个疫情的顶悬会当有好的帮助。阮需要你的稳定来持守看顾阮。伫将来1年的中间，阮也为着教会的头前的路来献上祈祷，求主你来继续带路，无论是怎样主，阮拢对你的脚步来行。阮为着今仔日的组织献上满心的感谢。阮即时也要用你甲是阮的主祷文做伙来祈祷讲：我伫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日。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
今仔日要用这个主题来甲咱三甲来思考，最主要是今仔日的经文中间，第一经文第4节吼，有这个字出来，就是甲咱讲着，上帝的时已经到了吼。中文这个现代中文有本的翻译是讲时机成熟吼。这个台语是讲时间已经满了吼。咱今仔要对这个字来去思考啦吼，特别是咱圣诞节拄过吼，有真侪人对圣诞节有无共款的看法。咱嘛知影，就是讲即摆圣诞节因为真商业化吼，有真侪的上等的物件。其甲圣诞节的本来意义是无啥共款的，但是咱要安怎来去思考这个代志？过去的几个礼拜中间，牧师要甲咱三个来分享，就是讲要安怎趁着这个机会，伫遮甲人来三甲分享主的信息，耶稣降生的这个福音这个概念。今仔日要用这个时机，这个key point key words。带咱来思考，咱看见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格罗赛书的经文咧讲着讲，正着一个妇人人所生的囝，咱要因为安尼伫遮来接受这个救恩，就成做上帝的儿女。像咱伫主祷文内底所讲，我伫天里的爸这个阿爸爸是咱领受这个救恩的祝福祝福，咱才有法度有这个身份叫上帝叫阿爸爸伫这个内底要甲咱来思考迄个时间的问题啦当然详细是今仔日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阁无几工。咱就知影讲今年全世界可能无有几个国家会当做跨年的活动啦吼。跨年大家拢伫遐咧countdown，迄个19、8、7、6、5、4、3、2、1，好过一年啊！到底这是甚物款的意思吼？特别是咱知影过圣诞节拄过吼，25号圣诞节拄过，今仔27号。前礼拜日咱讲圣诞的主日这是安怎定出来？其实到现在一直到1月初6，咱咧讲的主显节进前这段期间对感恩节了后的大降日节期，一直到1月初6的主显节，这段拢叫做圣诞的节期啦主显节是啥物货？主显节后礼拜牧师会去继续讲这个部分啦主显节是咧纪念耶稣基督世间人所显现的日子请注意看牧师讲的是为着要纪念是为着要纪念，毋是讲耶稣伫1月初6某一年的1月初6显现毋是安尼是咱要纪念主伫时间满的时阵。找伊的囝，借着玛利亚来出世，世间人显现的这个恩典的日子是要来纪念安尼所以咱来看讲，道成肉身的耶稣，世间人来启示这个救恩的日子，咱是要来纪念这个。其实应该袂当讲日子，是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好，我小可讲一个主显节有的教会的传统讲，伊是耶稣受洗的日子啦因为耶稣洗礼了后，天开，对天顶有声讲，这是我的囝，是我所疼的这个主显节嘛有人讲是迄个 Three Kings Day 三个王三个王指啥物人？三个王是指东方的博士啦东方的博士也有人讲是小圣诞节为什么叫小圣诞节咱后礼拜讲较济我小可去讲一下，是讲照讲啦照时间的次序来讲，
圣诞节的经文吼，下伫圣诞节的经文只有一个是路加福音，天使报佳音有一个婴仔用布包咧，为着恁出世吼，即个，然后各样人随时去伫伯利恒来敬拜耶稣吼。啊，当时的博士呢，其实毋是伫耶稣出世迄个时阵，是已经了后啊，吼，已经了后啊。啊，咱连面会去讲着吼，为什么了后就是伊有一寡经文的证据，互咱知影吼。当然嘛有讲到即个主显日啦吼，主显日即个甲即个 Epiphany 的写法无共款 ，Epiphany 是用迄个拉丁文吼，啊，即个是希腊文啦 ，Theo 吼 ，Theophany 吼，即个是用希腊文的写法的吼。啊，东正教伊嘛讲叫做主显节吼，希腊文吼，殿下吼。啊，东正教纪念耶稣的出世啊嘛叫做 Timkat 吼。另外一个用西班牙语讲的，嘛是咧讲着当的博士叫做 Reyes 吼。啊，这个大概是主显节用足侪无共款的字咧讲的即个物件，大概互咱来看讲。就是咧纪念耶稣世间人，特别是对遐个外邦显现啦吼。所以咱搁一个倒转来讲，保罗讲伊是外邦的宣教的使徒吼。外邦的宣教毋是对迄个时阵开始，嘛毋是对迄个彼得的时阵才开始吼。耶稣降生基本上伊的意义就是普世来降生吼。这个咱大家知影吼。咱后礼拜佫较侪的说明还是讲分享吼。好，佫过几工就是2020年伫要结束啦吼。咱讲即个会计年度啦，好啦吼，也是讲2020年即个就要过啊，因为咱的历历就会写2021年吼。咱有真侪朋友就开始咧讲哦，2021年吼，就爱来期待后一个新的期待，亲像。拄则主敬带咱祈祷的中间讲吼，即个2020年是无好的年啦，因为吼有即个武汉的肺炎啦吼，啊有真侪人因为安尼来死亡啊，等等遮的，所以咱期待伫2021年有真侪新的愿望甲期待伫遐。牧师要问的是讲，迄个时间、迄个日是安怎算啦？2020年的12月31号11:59:59，过了后，咱个真正甲今年拢完全无共款吗？敢真正安尼？吼，啊，到底年安怎定？吼，迄个界线要安怎定？迄个月要安怎定？一年12个月，啊，搁有迄个大细月，啊，2月搁28号尔定，吼，一礼拜7天安怎定来？吼，24小时安怎定的？啊，当然佫讲咧分较秒啦吼。咱要来思考圣诞节的日子是安怎来吼，也是讲伊的意义到底是啥物货？所以先提一个问题啦吼，大降节的日子安怎定的？啊，伊的意义到底是啥物货？牧师会安尼讲是讲，有真侪人咧辩论讲，耶稣的降生这个圣诞节，吼，也是讲耶稣到底是倒一天生安尼啦吼。有真侪，我咧讲这是迄个基督徒的一寡教派内底咧讲的。我听有的教派真坚持讲，12月25号是太阳神的生日，吼。啊，这个是用罗马的异教的背景，吼，然后天主教接纳罗马的传统宗教的节日，吼，啊来正做庆祝耶稣的降生日。咱知影罗马政府老尾接纳基督教称做国教，所以咱有真侪的节日会甲罗马的节日有小可类似，因为咱 adopt 吼，因的节日，然后甲伊听做咱的节日。所以有的教派伊就真坚持反对12月25号是圣诞节，所以因坚持无要庆祝圣诞节。我想
尊重啦吼，真尊重啊，因会，但是牧师认为讲，安尼争论是无必要的吼。为什么吼？我来小可解说啦吼。遮个反对讲12月25号是迄个太阳神的日子的人，我要问一句话，就是讲，因有咧看表啊，有咧看时钟啊无啦？因有咧过年啊无啦？因有咧用腊日无啦？因一礼拜敢是过7天？吼，还是讲即个年月日是咱分秒，咱拄则摕到遮个，敢有记载伫圣经内底？你安怎分吗？当然是无啦，一礼拜7天有讲啦吼。咱哪知影这甲迷信无关系呢？甲偶像崇拜无关系呢？但是咱嘛安尼咧过年日，敢毋是安尼？如果反对圣诞节12月25的人来讲，伊应该所有拢反对，因为甲圣经无关，无写嘛吼。好，啊，搁进一步一个问题。太阳神的生日是安怎定的？敢有人去看到太阳神的出世？迄个景况，知影倒一天？当然嘛是无嘛，嘛是人选一天定出来。特别是咱知影讲早期的文书的记录，户口的制度无健全的时代，比如讲耶稣出世的时，咱讲即个罗马皇帝讲即个做改革。要来统计人数遮个，咱无法度真确定知影，咱莫讲耶稣基督的生日啦吼。咱早期有真侪人的生日，当时都拢无介清楚正确的记录。用我的爸爸来举例啦吼，我的爸爸举例吼，就是讲，伊若要照户口名簿的生日吼，伊比伊的姐较老2岁。我讲一摆吼，我的爸爸伫正式的记录内底，比伊的姐佫较老2岁。这是现代哦，这是现代哦。我的爸爸是1922年出世的耶稣的时代是2000几年前的。咱无法度去了解即种当初时的即个记录咱嘛无毋知影讲倒一天是正迄天，甚至咱现代伫美国，美国的户口制度其实是足无健全的吼。你凊彩去一个州你有一个徛起的所在有水电的即个收据，你就当去登记户口啊。别个州你佫有户口嘛，无人甲你管，是安尼呢吼。所以咱会通知影讲，咱无法度确实知影讲耶稣是倒一天。所以伫教会的议会中间共同制定一天，咱可能若无用12月25，若用24，还是讲用凊彩倒一个月倒一天，拢嘛是人定出来吼。这咱爱有这个 concept。真重要是咱要纪念上帝差遣伊的囝耶稣基督降世道成肉身的这个恩典，就是咱今仔日的经文所咧甲咱讲遮个代志。时间已经满，上帝就找伊的囝，借着迄个妇人人来出世，是这个恩典互咱所有的相信伊的人，咱下面会去讲到这个经文这个内容啦吼。所以咱其实定这个日子是要来纪念耶稣为着咱降生这个恩典既然安尼，咱知影就是讲圣诞节的日子的意义啦吼。过来咱要来思考啦吼，像即摆基督教用主日做礼拜，咱无用安息日做礼拜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教的教会无伫安息日敬拜上帝？可能咱会当真简单的讲，迄个犹太人的迄个敬拜上帝日子啊，咱是基督教，所以无共款啦吼。这是真简单的回答，但是敢若着一部分尔定啦吼。或者是有人讲安息日是旧约的咱新约的吼，所以咱无需要对旧约安尼吼。这嘛着一半啦吼，着一半尔。咱来注意看耶稣的受难、甲钉死、甲割活，
这有真重要信息伫内底吼。耶稣是当时去用定时日计，照讲是拜五吼，拜五吼，拜五的下晡伊死去了后，这个尼哥底母因去甲埋葬，有真人对伫后壁去的时阵，因看了毋是细，就倒去准备物件，但是安息日开始啊，所以因袂当做代志。迄个时间是礼拜五的黄昏时啊。所以安息日是拜五日头落山开始算，日头落山开始算。你若有机会去到夜6、7点的时阵，大概拜五下晡就有迄个宗教警察骑马啊，开始画遐个商店。安息日要到啊，恁来开始关啊，咱大概安尼知影吼。所以若照圣经的讲，伊是第3日过啊。第3日是当时，就是7日的头一日第3日是7日的头一日，就是咱即马讲的礼拜日啦，礼拜日是主日啦，所以耶稣的死，搁我带领咱看过安息日，带领咱看过安息日咯。然后伊伫7日的头一日，来搁我，安息日是7日的最后一天啦，所以咱会通看见讲，耶稣的救恩本身带领咱看过即个安息日的恩典，伊互咱借着伊的死搁活，然后得到上帝的救。所以咱的信教用伫是讲伫即个传统的基督教的即个礼典内底，咱拢用主日来纪念即天，为什么用主日？其实咱会当倒转去看国外的圣经的记载，有一群人第一个开始即个主日的敬拜，就是遐个妇人人，因伫第一日的天曝光的时阵去找耶稣，所以有一个教会就开始伫国外即个早起有即个早天礼拜，而正开始即种的敬拜的日子甲即个方式。咱嘛会当伫福音书的内底，咱看见介济摆耶稣甲遮的军队者甲门徒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本身伊带领咱来看过这个安息日，因为伊是安息日的主。咱用主日敬拜，是因为咱为着要纪念，我一直咧强调纪念这个字咱为着要纪念主为我受难死搁活的日子，所以咱称作主日，主的日子。所以咱伫基督宗教内底，咱就用这一天来敬拜基督的日子。这概念是安尼来所以倒转来看，讲根据今仔日的经文，加拉太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的内底，第4节第一句就甲咱讲，迄个时已经满，上帝就找伊的囝对有人出世，伫律法的下面。OK， 律法的下面是咧甲咱讲是，伊对犹太传统来出世，来赎回律法下的人。赎回律法下的人是啥物人？咧讲犹太人。所以咱来讲基督教甲犹太人无关系，这错误咱真正清楚直接看到然后，互咱来设立来做囝然后才就讲咱做囝无搁做萝卜等等遮的我拄则已经讲到用过这个中文现代译本的时阵，伊就讲时机成熟了时已经满所以咱来看讲，伫即个内底咧，甲咱强调的代志是上帝找伊家己的囝，这是咧讲到上帝的救恩啦。上帝要找伊家己的囝，伫旧约一直咧启示，一直咧预言要对妇人人来生。咱伫过去的几个礼拜中间也有捌引用到即个玛利亚的即个经文所以借着玛利亚来出世借着玛利亚来出世。当然，即个部分咱甲天主教有足大的差别。天主教认为
因为玛利亚生耶稣，耶稣咱讲伊是上帝，所以因称玛利亚是上帝的老母。这甲咱有差足大吼，咱有机会再过来讲这个部分啦吼。啊来，伫律法的出世，就是讲，你注意甲看耶稣受洗时阵吼，主显节也叫做耶稣洗礼日啦吼。耶稣要洗礼是甲约翰讲一句话，讲咱照咱应当爱行的礼来行，在讲着律法的骹的规定。耶稣要正着安尼来表达上帝是对犹太传统，要来将犹太传统的人赎回，这就是后壁咧讲的赎回律法的人。律法的人毋是咱，咱是外邦的，咱无是伫迄个律法下面得到恩典的吼。出来救济的人才是律法的人吼。这个指犹太人啦吼。但是咱呢，因为相信伊接到这个救恩，咱就被设立做伊的儿女。咱甲律法的人同款，咱是选民啦吼。所以咱会当称上帝做阿爸爸，拄则咱有讲着讲主祷文，耶稣教是咱的主祷文，互咱来祈祷上帝吼。咱无搁再做奴仆奴隶吼，这个诚做上帝的护士吼，这个足清楚伫这个所在所咧甲咱讲的。借着耶稣基督会降生这个恩典，咱无要讨论迄日子啊吼，这个恩典。所以咱纪念这个恩典，因为这个恩典，互咱倒转去甲上帝结连一个死情的关系。外邦所代表是啥？外邦所代表是因为咱已经离开上帝的救恩，咱今日有个机会，搁倒转来甲上帝的救恩连结，这个确实一个真重要的。所以倒转来上老尾，我用头前迄句话：时间已经满，时机已经成熟。牧师要用这个做伫后壁咧，甲咱提醒是讲，头前所讲遮个代志会发生，拢伫上帝的旨意内底。什么时阵要发生，嘛是伫上帝的旨意内底，毋是伫咱的旨意。咱要选倒一天，有要紧无？我感觉无要紧啦吼。倒一天上重要是咱咧纪念上帝这个恩典，上帝的旨意伫伊的时间所成就的。因为上帝赏赐耶稣基督降世，成做世间人的救赎，这项代志，这项代志，这是咱所要爱足清楚了解圣诞节的意义，毋是伫12月25这天的意义，是耶稣为了世间人降生，成做救赎这个意义，这个意义啊吼。圣经甲咱讲，迄个日子，迄个时间，只有爸知。连囝都毋知，牧师我甲咱分享过，这是用伫犹太的结婚的传统咧讲这项代志只有老爸知影只有老爸知影。好，上落尾咱来思考的是讲，伫主的日子啦牧师无需要为着12月25号来辩解啦其实我嘛想袂出倒一天是较拄好的因为咱拢毋知影嘛既然是伫教会传统已经定落来即天，而且佮全世界拢做伙咧庆祝，拢咧买礼物，拢咧寄卡路咱是安怎无爱用即天好好来成做上帝的天使，来传这个救恩的福音互人这是这牧师咧思考的物件啦如果咱因为毋知影这个耶稣当时出世，也是讲因为12月25是太阳神的生日，咱就无要庆祝，放弃庆祝，纪念上帝的恩典，无要传主降生福音。我毋知影安尼做有合着圣经无？有合着上帝的旨意无？有合着上帝对咱的呼召啊无？我想这互咱来思考的一项代志啦要搁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基本上基督徒拢应该相信创造啦那安尼，既然咱相信创造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咱的日子每一个月、每一日，一年要定365天、730天，也是一礼拜要7天、14天，
一天要24小时、48小时，拢无要紧，拢无要紧。我意思是讲，咱的日子拢是上帝所创造互咱的，那安尼每一天拢是主的日子，听有清楚吼？如果咱信上帝的创造，咱的日子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日，倒一天拢是主日，敢是安尼？好，倒一天拢是上帝的日子，所以倒一天无介重要，无介重要。咱应该有安尼确信，就是讲，咱的每一日的日子拢是上帝的日子。那安尼的时阵，咱伫倒一天总需要思考纪念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恩典。如果咱有安尼确信的时阵，12月25已经毋是咱要讨论的重点啊。既然是咱要用来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倒一天就拢无问题。除非反对这个太阳神的这个人，伊感觉你若纪念这个日吼，太阳神的地位比上帝较悬，比耶稣基督的地位较悬。我想因应该毋是安尼想啦但是咱既然知影讲上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咱用这个日来纪念主，搁较有意义，敢毋是安尼？纪念主，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赏赐互咱这个恩典，通好称做上帝的儿女，搁称上帝做阿爸爸。这是何等恩典、何等美丽的一个见证既然是上帝的日子、主的日子，倒一天拢无要紧。因为迄是上帝的时机，上帝的事已经满，上帝赏赐啊。佮讲另外一个话，就是讲，也有人主张讲耶稣毋是伫公元0年迄个时阵，有人讲耶稣是佮较早，可能早6年我想迄拢无要紧。咱要定的，咱毋是要算耶稣有几岁。咱要定的日子啊，毋是要讲一定要倒一天伊出世迄天来去考究但是最主要是咱要正着这个时机，上帝的时间，上帝的主权，上帝互咱的恩典，咱来纪念这个恩典，然后咱来回应主互咱的呼召，成做一个传福音的天使。借着这个机会，全世界。包括非基督徒，包括佛教徒、道教的最近我古早的一个教会青年，才咧甲我分享讲，伊去台湾的一个迄个圣诞市集啦，Christmas market， 伊讲足侪迄个包头的什么教会教的因讲伊嘛伫遐庆祝甲安尼足欢喜的安尼既然是安尼，咱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传福音，甲人分享主降生的福音，这个信心呢？这是上帝的时机，这是上帝的事。其实咱无需要等到12月31号才来期待新的日子、新的年。其实每一天、每一点钟、每一分，拢是咱的新的时间，拢是新的愿望。因为迄是上帝的时间，咱做伙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阮会通透过耶稣降生这个恩典，搁一摆来思想，祝你互阮的恩典。你互阮借着接纳耶稣基督的降生，成做阮的救主的这项代志，互阮会通来得到救，会通因为安尼来称你做阿爸爸，互阮成做你的儿女。主啊，这个恩典是遮尔啊大，每一天拢是你的时间，是阮得救的时机，是阮有新的愿望的时机。求主你来赏赐你的恩典，特别是伫阮在面对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这个困境的时阵，阮更较需要主你赏赐阮新的时机、新的愿望、新的恩典伫阮中间。
求你来固守阮每一个兄弟，甲阮所捌所有的人，或者是阮毋捌咧面对即个困境的人，主将你的新的时机拢赏赐互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主嘅。主敬你无声。咱过来吟诗学乐，圣诗297首，圣诗297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第297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就是咱要用回应上帝对咱的祝福来奉献，请咱来吟奉献的诗。这是听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我的阿爸，天父上帝，你是至尊的天父，你是独一的上帝，是真光。愿感谢你，你赐了你的囝耶稣基督，为你来降生，来为阮证人流出宝血，来替阮死。阮感谢你，你赐了拯救，互阮有活命，个
伊牺牲家己，留落圣灵甲平安，佮用光来照阮头前的道路，佮使真理换命，互阮伫死拢无惊吓，因为阮深知耶稣基督伊永远佮救阮同齐来行，佮伫你的疼，互阮的罪过拢赦免，佮互阮有盼望，互阮佮勇气。阮伫遮佮感谢阮亲身知影主耶稣基督，伊不时伫阮的身边，不时的祝福阮，赐福气互阮见人。阮伫遮无限的感恩，感谢主的上帝。阮也献上阮无唔堪你的淡薄。求主你欢喜来感纳，我哋献出拢会当献好，真做你的名。我哋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请牧师来报告家己体关怀。好，共款吼，就是爱提醒大家做好家己的防护啦吼。带喙染啦、洗手啦、带酒精出去安尼吼，咱也为着咱加州这个 ICU 的这个 capacity 已经拢满吼，北加上即马加州北加州还佫剩20几%啊，其他拢比15% 较少吼，所以嘛是真严重，咱为着这来祈祷吼，英国疫情失控啦吼，40几个国家已经禁止英国的飞机入去啊吼，伫台湾的今仔日英南其实已经涨啦吼，有127位的旅客对英国去到台湾，有90个是台湾人啦吼，即内底已经有一个人有发烧的现状，已经马上去病院吼，有4个人有症状吼，即马咧佫咧观察的中间啊，为着这祈祷吼，日本嘛开始封锁边境吼，即马除了日本人以外，所有外国人拢袂当入去伫即个日本吼，一直到1月底为止吼，咱嘛为着这来祈祷。台湾的防疫伫前礼拜进前有一个技术的关系，造成本土的这个病例，咱就看见讲台湾的防疫做这个疫调咧做管控伫中间，即马含这个第3礼拜自我健康管理这个嘛管了真严格吼，因为有人伫即个中间走出去甲人做伙食火锅啦，去参加 party 吼。即站政府着管搁较严吼，为着教会来头前的路来祈祷啦吼，迄个12家的迄个证书咱嘛有放伫祈祷内底吼，咱用网络啦吼，即个服侍表我袂创好吼，用好的是我用 email 寄互大家吼，后礼拜服侍我已经有生出来吼，过来1月7日。后礼拜5早间嘛是搁暂停啦吼，咱休一下吼。1月7、8要读23到24章吼。后主日是2021年的第1个主日啦吼。咱为了过去的一年献上感谢，为了新的一年继续来祈祷吼。前礼拜出席19个人，12月24号圣诞暝吼。拢总有32个人啊，就是家庭有介绍安尼吼，可能有人袂记日，迄天爱起来是讲无用啦吼，什么字吼？奉献伫遮奉献是2160块，奉献明细伫下面，咱爱家己看吼。这后礼拜会讲到的资料，服侍的同工伫这下骹纸吼，不客。来，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
记载伫诗篇148篇13节。咱请咱读2摆，才会拢着学了耶和华的名，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最悬，伊的荣光满过天地。咱过来读一解，才会拢着学了耶和华的名，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最悬，伊的荣光满过全地。诗篇148篇第13节。咱过来吟刷笔辨诗上言513首，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线，请牧师为咱祝祷。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创造天地主宰、管理日子时间的上帝，将伊的恩典赏赐伫咱的中间，将伊的平安来藏伫咱的逐天的生活，一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走甲别岛。好，礼拜到这，咱会当开咱的影像，咱的声啊，我来甲这个关起来吼。我来甲这个关起来。别那用。Hello。